立市长高虹安已经获停职，伊到果菜市场参加母亲节的活动。市府团队所举白纸是写支持高虹安，无同意罢免。民进党的议员来指控，讲市政府竟然要咧用公家的资源帮高虹安来宣传。新竹市的代理市长邱新婉来回应讲，市府团队一向拢是依法行政，但是嘛尊重议员的监督。 季节快乐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提前两会，国家市民小览，奉停职的新竹市长高虹安，车集现身伫咧果菜市场，要来送母亲节祝福，不过却引起立业质疑。团队手举白纸写支持高虹安，无同意罢免，这么大动作反罢免，引起讨论。还动用市府资源，高虹安践踏行政中立。果菜市场经营团队制服的小姐。 开始对着在民主路出入口另一端静静举牌的志工老伯大吼，一边吼一边将他从人行道上驱赶。新竹市相罢免团体嘛指控是安怎高虹安奉停职，阁会当走行程，讲唔难安尼。市政2周年文宣的头家，除了代理市长邱新婉嘛有奉停职的高虹安，加放伫咧公家单位的文宣品嘛引来烈焰炮火。市政府凭什么用公务预算？ 帮一个一审贪污有罪被判决停职的市长，帮他打广告。代理市长邱新婉今仔日一透早出席活动，现场嘛有高虹安的市政文宣。面对烈焰指控，代理市长邱新婉就第一线回应。市府的团队一向都依法行政，那我们也充分尊重议员监督市政的相关的权责。本来这就是一个公开场合，不管是 任何人其实都应该是持一个开放态度。新竹乡罢免第阶段人数进入插队审查期，高虹安奉停职，耍奉质疑滥用行政资源，马替罢免行动各开战场，掀起攻防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